4月初，高雄有民眾是去美容診所用水果霜挽面，要讓伊的皮膚較緊骨的。不過，算是規個面哪像起火火，燒到規個攏是烏斑。高雄市衛生局去稽查，發覺講過期的水果霜化妝品，落尾佫查到講這化妝品的業者無代理商的資格，攏是家己做的，假做進口貨，甲這過期的成分裝改票啊，賣互診所。業者非法的所得是超過2600萬。檢方也甲法院申請羈押限監的負責人。相片內底，陳小姐對額頭到喙皮攏是親像火燒皮的烏斑。陳小姐4月初去高雄一間美容診所做水果霜挽面，原底是為着要變水，煞差一點仔就毀容。衛生局去稽查醫療過失，若查到診所用過期的化妝品，進一步查產品來源，發現代誌愈大條。因為化妝品業者根本無代理商的資格，你是家己製造了後，假做進口品去賣。業者未經核准擅自製造行為，已違反化妝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8條規定，本局依同法第22條處新台幣2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業者立即下架回收。除了對化妝品公司罰錢，衛生局也甲限檢的負責人移送地檢署偵辦。檢方初十發動敲炊，佇咧工廠發現真濟化學原料甲混裝的空罐啊。檢方表示，業者代理一間美商的保養品，不過96年了後，都毋捌閣甲原廠進過，賣手竟然甲囤甲過期的貨底重新混裝，改票啊摕去賣，佫佇咧無得到原廠的授權之下，家己生產化妝品用英文的票啊加做進口貨賣。檢方初步估計，對111年較大不法所得超過2600萬。嚴姓負責人涉犯加重詐欺、妨害農工商等罪嫌重大，並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，於11日向法院申請羈押。當這個產品已經是過期的，或者是已經變質了之後，它做在這個病患的身上的時候，它的效果可能會不一樣，說不定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狀態，會造成醫療這個行為裡面無法判斷，然後對病人變成有一個壞處。醫師表示，過期的水果霜因為功效惡暗酸，會造成醫療規定的失角擦。檢方強調，目前知影有3間診所受害，是不是有其他受害者，佫需要等待進一步的調查釐清。記者郭家祖、柯昭陽、高雄場報道。